大家好，我現在介紹呢一個單位係位於天后站大坑嘅蓮花園。呢一個單位係中層嘅私室，實用面積368尺，戶型係2房。呢一個單位係換咗磚地板同埋白色牆身。一入門口呢邊就係飯廳，而另外一邊就係飯廳啦。廚房做咗一個開放式廚房，爐頭、洗衣機設備齊全。景觀翠綠山景，非常開揚。過嚟呢邊洗手間，企缸有明窗。第一個睡房亦都係翠綠嘅山景，兩邊窗，空氣流通。另外一個睡房都係兩邊窗，而呢個睡房更加可以睇到少少嘅海景。